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2月1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昨暗高雄消防风伤分队有人员坐消防车要去拍火，煞伫咧半路互车弄到，造成一个小队长过往，4个人员受伤。威斯特丹游览船顶有2个台湾人初步检验无人感染，船桥公主号船顶有一个85岁台湾人确诊。日本昨发生心内闯关一个80几岁老太太得着武汉肺炎来过往的案件。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昨暗高雄市消防队风伤分队有5个消防人员坐共只消防车要出勤去拍火，伫咧半路煞去一个驾驶驶拖车头弄甲变过去，车顶的小队长不幸过往，另外4个消防人员有3个还佫伫咧加护病房观察。但警方调查对方迄个驾驶是有测出淡薄仔酒精酚，目前以过失致死将伊送办。最小车为着拍火要赶紧通过，伫个这路口煞靠车辆弄变去，人伫后座的风信小队长摔出车外，伤重不治，其他4个人则是轻重伤送病院。郭义警已经到一般的病房。那么其他3位呢？经过医生全力的抢救，目前都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那么生命的真相都相当的稳定。消防队表示，全球的消防员为着救灾，穿上装备了后，基本上拢无法度下安全带。死亡的冯小队长非常的热心，佮参加过真济救灾，表现是真好，嘛，互同仁感觉非常的艰苦。很遗憾哦。痛失一个很好的弟兄，其实我们都退休年龄也都快到了，都可以退休了。然后他因为是他可能顾虑到家庭状况，消防局表示会全力争取从优抚恤，嘛会予受伤的人上大协助。而伤者经过救治，4名的质量拢真稳定，3个人伫加护病房观察，1个人已经刷到普通的病房。车祸原因，警方初步判断是驾驶手误点，加上无听到警报声所造成，但伊嘛互验出有酒精的反应。每1毫升有0.06毫克，0.06毫克。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它观测表都有过，我们会把这些相关资料移给地检署来侦办。一般的规定如果超过标准值，我们都会以公共危险来移送。0.15以上都会我们唱公共危险来移送。警方表示，这个驾驶承认家己有啉过提神的饮料，但因为无超过标准，会按照着过失致死的罪嫌来移送。后续嘛会甲资料一并送予地检署。驾驶敢会互追究着酒后驶车的状况，是按照检方的认定。记者刘庭丹、hen坤高报道。咱过来关心威斯坦这只载千外的人客游览船，昨已经去泊伫咧东南亚甘宝济迄国的港口。对方的政府也派人去伫船顶一一检验，初步判断是无人去倒着武汉肺炎。因为船顶也有2个台湾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讲，等待因倒转来到地，会即时安排去病院，详细隔开检查。威斯特丹号的旅客当地庆祝，伫镜头头前真欢喜，连续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关岛、泰国等5个国家顾查了后，伫海上漂流13天，终身可欢。13天伫柬埔寨西亚努港，不过船顶的人阁袂当落船，爱等到东京定准检疫，确定无人感染武汉肺炎，才会当放行。លើកប៉ាល់នេះអាចតែមានមនុស្សតែអាចតែសង្ស័យអាចឈឺអញ្ចឹងណាប៉ុន្តែឈឺអីទេបែប20នាក់ប៉ុន្តែគេទុកមកកន្លែងទេអ្នកនោះណាអញ្ចឹងព្រឹកមិញនេះយើងបានបញ្ជូនពេទ្យយើងទៅយកសំណាក់ពីអ្នកទាំងនោះដើម្បីបញ្ជូនតាមអត្ថងភាគយ៉ាងទៅប៉ាស្ទ័រយកតាមប៉ាស្ទ័រមកធ្វើតេស្តមើលប៉ុន្តែតាមការយើងសន្និដ្ឋានទាំងអស់មើលទៅគឺដូចមិនមានអ្នកកើតជំងឺ coronavirus នៅលើកប៉ាល់ហ្នឹងទេ 若是无确诊案例，船顶2000外乘客甲船员会统一安排包机，飞去柬埔寨首都金边，再家己登记国内。船顶有2个台湾旅客登来了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有准备隔离措施。里面有2位我们台籍人士。那将来回来的话，那我们当然会做隔离检疫，隔离就会送到医院里面去，那做相关的检查，那确保这样的一个安全。若安尼2个个人登来班机，前后上无2排被安排其他旅客，若共班机的外籍旅客嘛袂当入境，嘛袂当到机场转机。另外有中港澳旅4个旅客未来，居家检疫的通知书会先加 QR code。入境的时，就当真紧的写好，检查机场上过太的状况。
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关心武汉肺炎，目前全世界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64000个。来看下晡上届新统计资料，即阵中国有63855个病例，1380个人致病死亡。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讲，因为进前湖北省死亡的病例算了有重复，今日改正统计数字，减掉108个人。台湾是无新增加确定的病例。日本昨做一个增加4站病例，尤其因拢无出国旅游的经过。另外，阁有一个患者死亡。目前日本国内计共34例，香港是53例，越南16例，新加坡58例，马来西亚有19个患者。西洋国家这边面，美国新增加一名顶礼拜5坐铁桥班机倒转去的患者，这也是德州头一宗案例。目前美国确诊的病例计共是15个。因为中国甲无经过检验，敢若医生看镜头断定遐患者，嘛拢总列作确诊的病例。目前致病人数做一个更破6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理解，讲因知影这毋是病情咧传有啥物大变化。英国这边进前按武汉接登去83个国民，隔开观察的时间到，拢总无人验到病毒。那美国是要针对国内5个都市可能有患着流行性感冒的病人，检验看敢有武汉肺炎的病毒。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除了听伫日本的邮轮宣召公主号，目前无看到疫情伫中国境外大规模爆发，嘛因为中国改变计算的方式，过一日加1.3万的确诊病例，但是无代表疫情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嘛，伫即个拜六礼拜派专家去中国进一步了解情形。These are a reclassification of suspect cases waiting for testing, but now have been defined as confirmed on their clinical basis alone. So we don't anticipate that there'll be another similar rises day in, day out. This allows clinicians to move and report cases more quickly, not having to wait for lab confirmation, ensuring that people get to clinical care more quickly. 嘛，因为安尼，进前各国铁桥登去境内隔离这站的方号变作非常重要。英国对武汉铁桥83个人，13全部结束隔离。好消息是，全部体检拢是阴性。美国这道方号嘛，提出感染者甲传染动落来避免扩散。对疫情爆发开始，陆续退桥，带超过800个人登去。美国官员13表示，境内各家病例目前确诊15个人。这个病患就是顶礼拜退桥登去，伫德州隔离的其中一个。另外嘛，针对境外5个城市的流感疑似病例进行武汉肺炎的病毒体检。新加坡13一困头增加病的确诊病例，和确诊的病例数到58例，是中国境外的严重疫区。美国北京官员认为，已经真侪遍表态愿意派人去中国协助，但是中国对这场危机欠缺透明度。We are very disappointed on this point that still China has not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to send our CDC experts over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eople. We thought there was better transparency coming out of China. 古德洛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捌表示保持开放接受美方的协助，美方非常愿意，但是中国无爱互因安尼做，因无了解中方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发表讲，按一个武汉肺炎重症的患者排便内底有发验出冠状病毒，伊若判断讲病症无定嘛经过人体排出来。病毒会对排水管还是别位所在一直传去。不过咱国的医师是讲，这款可能性有限。武汉肺炎的病毒主要还是经过烂手、挖近烧话，因而提醒民众要接洗手，保持卫生。上介好嘛，较唔通和致病患者共倒食食。日本昨发生新来川县一个80几岁老太太得着武汉肺炎来过往的案件。这个妇人人本身唔捌去到武汉行大过。因检测是比伊搁较早验到致病，但日本政府嘛讲会斟酌调查探病过程的详细。这也是中国以外第3站致病死亡的案例。早起日本又搁新验出一个患者，目前确诊的人数计共是34个。另外，宣召公主号游览船顶头一个85岁台湾旅客已经诊断确定。患者的后生讲，因爸囝2个人拢住伫咧无窗仔的房间，拢扫骨落工咯。早起，这个85岁旅客已经送医治疗。菲律宾为着抵挡武汉肺炎摊开，禁止台湾人入境。虽然咱国外交部表示讲，还搁伫咧沟通甲争取，不过昨英国内总统府的发言人是表明讲，无打算要收回声明。但国民党这边打出来要求，政府即马就要打硬咯。不过咱也正是将菲律宾劳工开放来台湾的工课暂时打动。
劳动团体兼企业界，那像拢有不服的所在。菲律宾卫生部测试案向向禁止台湾人入境，引发各人关注。外交部强调，希望14下晡来国会期会当做出更正，佮伫继续沟通。不过，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13面对媒体询问，这是专大总统杜特地发言，讲是为着保护个人，敢若无意思要解除禁令。Very emphatic sa kagabi. I understand. It transcends, sabi niya, borders. Kung pinag-uusapan ang kaligtasan ng mga kababayan natin. 安那向问到，敢会烦恼台湾因为禁令采取保护手段？帕内洛嘛回应，每一个国家拢有权利提出反制。菲律宾总统府发言，嘛引发台湾在野党不满，认为新加坡疫情比台湾较悬，实无禁止，要求外交部应该随地更强硬态度，取消免签、调回代表，甲面对菲律宾的新南向优惠等方法。开始盘点所有我们可以使用相关的相对应作为，以及可能制裁的手段，展现我们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格以及台湾人民的尊严。过去政府捌对菲律宾进行制裁3摆，2013年讲大兴火的事件，国民党政府阁有10项反制措施，包括冻结外劳申请，发布去菲律宾旅游的红色警示。目前民进党政府表示无排除任何可能。不过，若是真正禁止回流来台湾，学者表示对台湾目前经济会受到更加大的冲击。移工协会阁呼吁不应该把移工当作保护对象。底层劳动力都被当成是这些政府的筹码在使用，不会被当成人。贸然的没有配套措施下面停止飞劳的话，其实或许会对我们的厂商或者我们的产业，造成另外潜在的冲击。学者认为，杜特地真明显不是因为疫情，是因为政治因素做出禁令，这是两边的手法。目前菲律宾伫台湾移工差不多15万外人，占国际移工差不多3成，大部分伫制造业。若是真正冻结来台，资方反映希望会当有配套补足欠的劳工。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去到一间生产翠岩机台工厂视察，了解业者赶工出产机器的进度。当有咧和政府合作者的工厂，嘛会赶伫咧1个月内加做60条生产线起来。初期一日就听好加增加600万地的生产量。苏院长嘛讲，世界有真侪国家翠岩的介绍是拢已经悬拄天，只有咱台湾惜徛名，一地才卖5块尔。我生产好翠岩，行政院长苏贞昌真满意。14到新北市一间生产翠岩机柜企业，看因配合政府赶工制作生产线进行，强调业者会完成任务。赶伫1个月内完成60条产线，协助政府达到每工1000万的翠岩的目标。所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口罩价格比我们贵好多，甚至于一片几百块，只有台湾是5块钱。有很多国家已经买不到口罩，只有我们台湾用实名制，你买得到口罩。不过，各界关心菲律宾因为放弃禁止台湾人入境，政府是不是有反制动作？他这个不是受一中政策的影响，而是为他国人健康把关。那我们就是透过不断的沟通，让菲律宾知道，我们跟中国不同国不一样。另外，还有伫武汉台上家属不满政府不让选机登来台湾，批评违反人权，院长嘛做出回应。但当第一架飞机回来后，却有确诊病例，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落差，所以我们还是秉持蔡总统所宣示的弱势优先、防疫优先，我们持续沟通，希望做到最好。对行政院以计划利用更提升经济，佮推出纾困的方案佮条例。苏院长强调，会针对这摆受到重大影响的观光、交通等产业进行纾困。下礼拜行政议会通过纾困条例，会到立法院审议，并且立委赶紧通过。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当表明讲，等待疫情若较严重落来，下半冬就会提出新的国民旅游的补助。当已经有偏29亿的预算，成立1季3个月。目前是计划，若参加旅行团，同款的补助带暝一暗减500块。若家己出门自由行的，是会配合经济部所本的优待券落去推动。不过有的旅行业的业者是烦恼补助的效果，还佫真歹存在。
同机场的商店街比过去人少真多，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去看机场防疫，针对疫情影响观光，除了讲针对商店会减少租金，交通部明年下半年佮一摆推出各类的优惠补助，初步确定各类补助会下关期举办，卖结合经济部中小企业税优惠券。在去年的秋冬游的时候，经济部的发了这一个抵用券有搭配我们的住宿，就是国民旅游的补助，那效果很好。那这一次是不是只限于这样，还是会就是扩大来办理或是用其他的这个抵用券那对象跟做法我想经济部会在详细研议之后来推出。根据交通部初步规划，各类补助编列29亿，5月份公布方案。团客原则上比较过去，若是有过暝，单人按补助500块。按照自由行的旅客会结合中小企业税优惠券，结合百货、商圈市场推出配套优惠。不过补助金额还未定案。这个方法对一个消费者来讲，他已经没有收入，他必须要再拿钱出来再去做抵额，我觉得比较不理想。是不是直接用消费券，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运用？旅游业者肯定政府纾困的好意，不过嘛建议，若是比较过去SARS期间发放消费券这款，会当直接使用优惠券，会比抵用券更较有吸引力。交通部会用各类补助的相关情形，拢会下部会继续讨论。预计下半年会针对各类的补助时间，设以一季做单位。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高文体市长听到行政院有暗算要分振兴经济优待券予百姓，伊嘛讲因会甲市内公产的租金减割落来，予内税业者通好斗小偷经营的困难。不过详细就要先看中央发表的执行办法，才阁配合。昨昏郭市长嘛伫咧 Facebook 发表文章，提醒遐个就爱在家隔开观察的民众，唔通挑战法律，因为市政府这边已经有甲12个人罚金咯。为礼拜开始，个无公开行程的台北市长郭文体总算出现，伊出席郁金香店嘛无挂嘴暗，敢讲伊是感觉疫情已经稳定啊吗？因为我们已经撑很多天没有社区感染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最近比较安全的。虽然安尼讲，但是郭文体前一天家己面册发文用词真强的，伊写着互你方便，莫当作凊彩，呼吁需要伫厝内隔离甲检疫的民众莫黑白走，因为台北市政府已经罚12个人，不过煞有人认为罚伤轻。常常国人那个守法的习惯很差，你知道，所以先跟你讲说，你只要怕走就跟你花钱。我们处罚不是目的，管理才是目的。不过先这样，再不听就要加钱了。因应武汉肺炎疫情，行政院按算发放抵用券来提升经济。台北市嘛有纾困方案，包括持有财产的租金减免等方面。但是如何执行，郭文体指出，要先看到中央的执行办法。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嘛，所以到底要怎么执行？因为他说拿600亿嘛，不过600亿要怎么做，我还没，因为我还没看到办法了，所以也没办法评论。我们有先准备了，原则上是这样，也不要再自己发明什么嘛，用当年 SARS 的那个过去的经验，然后要再看到中央的办法，那再去把那些再修一修。我想这是最快的方法。对菲律宾拒绝解除对台湾的旅行禁令，郭文体认为国际不是比呛声。根据了解，伫台湾的菲律宾的人有11万人，至于敢是拢爱落禁令，伊强调爱用务实科学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实在讲，这段期间民众出门旅行的意向有影是真低。花莲这边已经有游览车业者，拢无旅行团来吊车抓，打讲要甲车脱手倒司机。还有台东关贸饭店咧讲，人客大房的比例，即阵就缩落来较无2成咯。但伊嘛提醒政府，讲就要赶紧看到即阵已经用要卖得到的旅游业者。花东地区发展无缘当的观光商机，原本基台有美丽的风景，空气也真好，会当度过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不过，可能民众即马惊群聚感染。唔但花东地区观光景点游客是减真济，连游览车包车业者嘛无人要租，停伫咧停车场。花莲县的包车业者讲，今年苏花改阁通车，想要来花东的旅客拢家己塞车，即马游览车的司机拢伫要无头路啊。我们现在车子那么多，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司机也都没有工作。如果你发个包车券的话，给本地客的话，多多少少还是对我们有帮助啊。
政府正在研究武汉肺炎3级纾困方案的部分，传出可能会分观光旅游优待券。不过，刷落来有228年假，还有4月清明的年假。华东的旅宿业者烦恼可能会袂付期，效果应该无旅游补助来较好。会不会民众听到这样的想法之后，他想说啊，那我就是先在家里等一下好了，然后我等到复苏的时候，政府又发折扣券，我到时候拿折扣券再出来消费。最有效的办法，我倒是会建议，不要用那一种所谓的折扣券的部分。华东旅宿业者和租车业者呼吁讲，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冲击到观光相关的产业，而且可能会继续影响。政府纾困的方案过渡的方面，可能阁爱斟酌好详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进前，检察官调查日本因为风台，中国有派车去关西机场接送国民迄件代志，互人称呼作卡神的杨惠如，敢是有操作网络的风声，恶意攻击咱国驻日本台版的办事处。今日早起，台北地方法院已经有传杨惠如出庭接受讯问。今天会认罪吗？大家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养网军？面对媒体咧问起，杨惠如全无回答。这也是去年12月，杨惠如去互人起诉了后，头一摆公开露面。检察官的起诉书内底指出讲，2018年关西机场的事件发生，网络留言板 PTT 内底一个网友或者 IDCC 发表文章，来源的所在正正就是杨惠如的手机啊。伫咧昨杨惠如有踮 Facebook 顶头写讲，迄当阵是中国的网军制造谣言，伊本身也是受人误导。佮讲会提出证据，争取司法的清白。目前这桩案件还佫伫咧审理当中。咱嘛来讲，昨半暝，新北市有一个今年才28岁，伫咧街头流浪的女性，踮邦桥四维公园内底公用便所，家己等在生一个幼婴出来。毋过因男朋友叫救护车，所干那讲有人骹骨流血，结果送去到病院，才互医护人员发觉，这个查某家友分明就是只拄捡囡仔尔。尾手警方搁再登去公园内底找，迄个红婴仔已经全部溃死了。公用便所有封锁线，邦桥四维公园伫14透早2点外，有一个甲查甫朋友住伫咧公园的姓张的女性，伫公用便所的马桶生一个查甫婴仔。因过因查甫朋友叫救护车时阵，只个来讲因查某朋友的骹受伤，伫送病治疗了，才发现又生过囝。警方搁外头登去公园，也毋过已经伤化，查甫婴仔已经无气啊。到院后，经医生检查，发现张姓女子有刚生产完的迹象于是立即通报本分局。本分局派员前往公园在公园的女厕内发现一名弃婴当时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一个47岁姓宋的查甫人甲警方讲，伫最近才知影因查某朋友有身。公园内面的民众甲警方拢讲。包括社工向这位姓张的女子表示要辅导关怀意愿，也毋过拢可以拒绝。社会局也有介入他说他没有怀孕要怎么讲？那初步了解，该名女子是跟家里这个平常比较少在联络也没有回家。是有社工有关心说该女子是不是有怀孕的情势那目前了解因为这名女子她是不愿意配合那我们也会再持续来做一个关怀。警方讲，这个案件将会调向为期地司追侦班。会调查这个姓宋的查甫人伫咧叫救护车时阵，是毋是有谎报？若是迄当阵已经知影因查某朋友生囝，也会该当作共同嫌疑人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关心中国石油公司伫咧内湖新明路这大只油管，自2月初8就已经开始咧漏，到早10点外才来找到漏油的源头。毋过迄支油管煞去互台电公司漏电缆线的管炸掉。等到经过互相协调，才会当继续办理后壁的工作咯。住伫咧附近的民众讲，这2日汽油味嘛是拢无散开。里长是表示会出面争取要求中油来补偿。怪手乌开淡仔路，工作人员摕土委托走找泄漏的管线。13暗时10点开始，利用半暝，中油伫台北市内湖区南京东路6段甲成功路2段交叉路口附近开始挖，到14透早4点外，总算找到泄漏点。到4点已经找到泄漏源只是因为我们的管线被2条那个箱涵给就平行给限制住了一条是台电的电缆线箱涵另外一条是新世纪资通公司的光纤的箱涵给限制住了所以造成我们没有更多的空间去做后续的作业。中油表示会联络2间业者来协助赛后的开挖工作。
台北市内湖新明路对侧边开始传出汽油味，中油迄天就暂停输油，对新明路附近的排水沟抽出超过9万公升的油水，目前敢若剩淡薄仔油泡。因为那是抽下水道的积水了，并跟我们的就是来源早就有隔离掉了，因为我们已经把管线都给清空了。第一车是小1%了第二车之后几乎都是油花而已。对啊，它一直那个味道一直都在，有啊，会头有一点晕。我们加完油以后就要马上赶快走了，可是事实上是我们一整天都是跟这个味道在一起啦。当地里长嘛强调，目前要等到中油先找到销漏源，解决漏油的问题了后，才甲里面讨论赛后的补偿事宜。中油是指出，当地土马无受到污染，研判已经无搁再漏油。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过想要换头路的人有影袂少，尤其目前无论保专业，也是幼儿教育，阁有甲人斗摇囡仔的年舞，也是讲斗牵帮恶买卖中人，甚至是近来大事件的送餐人员，这种种的头路，拢总要求要来做工课的人，都要去申请无刑事记录的证明，这也造成去到警察局申请这张人讲叫做良民证的民众，近来增加袂少。Uber Eats 外送人员当咧辛苦的送餐，菜券行透早嘛开门做生意。即马想要做一寡工课的人，就爱准备良民证才合格，嘛互这几年来申请良民证的人数加3倍。外送的部分。外送部分，所以现在外送都要用到良民证。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件。就是要用到这个。你说现在良民证申请的人多不多？申请的人感觉上还蛮多的。因为我考证照。要考证照。对，考证照都要。保全业者，还有这个妇幼的幼保员，还有最近有一个新兴的行业 Uber Eats， 他们也需要了这个良民证。那目前呢，我们的量在4年来暴增了3倍。菜券业者指出，因为菜券行拢用现金来交易，所以台湾菜券公司为一开始就要求经销商在请来时阵，就爱准备良民证才会使。金钱在往来上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请雇员的时候，因为台湾承运公司也会顾及到经销商的权益，所以希望他请到的人每个雇员都有良民证。不过警方强调讲，一般较轻的案件袂写伫良民证内底。所以良民证无法度证明是好人也是歹人，头家应该判读良民证就是好人的秘书。良民证也只是一个记录，它不一定能够证明他是好人或是坏人，所以我们所有的民众不应该陷入这种迷思。另外，为着要方便民众申请，新竹市警察局特别缩短作业的时间，为原本2天半的工作日减到1个工作日，希望互民众更加利便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地方的诊所医生一个对证人，家己遇到武汉肺炎的危险性，讲起来风险也真悬。但台中有的诊所针对发烧，也是要去到外国旅游的患者，已经分开无同所在咧出入甲看诊。还有一寡耳鼻喉科的医师，嘛暂时开始较避免甲病人抽痰，这就是要减轻家己嘛去治病的风险。这个阿嬷想要行入去诊所来挂号，所被医护人员建议先留伫你外口。你外面先坐一下哈。外面哦，在外面哦。对，没办法，因为他最近有出国，所以我没有出国了。我说里面那个，对，有其他人有出国。医护人员先来量体温，所落来打洗手消毒是袂使少，随后请民众先到外口来听候，因为内底有针对国外回国的民众，诊所严格进行分流。安全上来讲可以啊，对啊，我觉得不反对啊。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医师转属台湾有2个诊所医师，因为唔知影病患有武汉肺炎的接触史，需要被迫暂停看诊，而且居家隔离14天。嘛有第一线的诊所唔敢大意，伫诊所的外口打出告示，要求患者需要告知医师2礼拜以内旅游史，有出国就要先进行分流。另外有发烧症状的，就会来请患者直接伫外口听候，降低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大概有接近一半，有40%多的人是没有发烧、没有症状的。那这里面就是我们现在防御，如果不更严谨的话，就是一个漏洞。医师表示，根据统计，如果回国民众拄到感冒，超过70%先到基层诊所来就医，嘛有第一线的风险增加。目前基层诊所未少建议暂停抽鼻水或者是无挂嘴烟的疗程，避免近距离接触。不过上烦恼的，还是民众无通知旅游史，这使尽量自保。那民众呢，如果有这样子的需要，又是疑似的个案，我们会建议转诊到我们台中市的15家指定隔离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诊查跟治疗。但那些卫生
生局提醒基层医师，除了尽量加强自我的防护，配合催验之外，嘛呼吁若是有疑虑，就要紧日来转诊，由大型病院来进行诊治。不过基层医师希望，会使尽量来保障催验的需求以及转诊通报，全力守调第一线。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花莲有一个民众出面指出讲，顶日因小妹按上海转来到桃园机场，因为厝里无车通去甲载，嘛有卡防疫专线1922，阁有和花莲县卫生局联络。本地因小妹讲想要坐飞机转去花莲，毋过防疫单位讲毋准，买手是规蛇路挂喙烟坐火车。在伊咧看，主管机关考虑了，嘛有较无周全。对中国转来台湾的民众，到台湾了后要安怎转去厝的问题，受到大家关心。花莲一个民众就投诉，伊的小妹13对上海转来台湾了后，伫桃园机场因为厝里嘛无车会当就白去接伊，只好打电话予1922，得到的建议是挂喙暗坐火车转去花莲，这互其他乘客是真烦恼。不合理啊，完全不合理啊！对啊，这太危险了吧？假如交通工具都不能搭，那倒是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在台北，我们找一个地方给他隔离哦。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对中国各地转来台湾的旅客，照规定拢爱转去厝做14天的居家检疫。除了规定的对象、负责单位、隔离方式，甲配合事项以外，嘛规定袂当坐大众运输工具做原则，互人是沙无脏。采不搭乘交通运输工具为原则，那尽量由家人来接送。那如果真的这个部分呢没有办法由家人接送，我们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时候，应该要全程佩戴我们的外科口罩。花莲卫生局强调，这个个案的查某人一直拢有主动联络卫生局，而且赛后追踪无发烧，嘛符合标准作业，且民众唔通伤过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高中以下学生开学加真晚，自今日开始，云林县政府嘛已经出面要制接人到消偷遐本地要交学校餐厅的菜色。云林县是通台湾菜色产量第一济县市。县政府嘛讲，望通经过互相引进甲制接的过程，保障农友加国收入，嘛互民众会当食到上界青的菜色。多店摆满各样有机和菜类，拢是农民辛苦种植的生活，但受到这波疫情影响，高中各种小学因也开学，互真侪学校去做农友，还是蔬菜合作社的蔬菜无通买。目前阁存放在冷冻库内，但是因为我们场地也有限，那你要负担这么多的那个箱数的寄件啊，然后还有客服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人力都已经已经超载了这样啊，所以事实上还是有些困难，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如果愿意支持的人，那我们可以配裸菜。文管府表示，云林县属于农业大县，是全国蔬菜产量上济县市，但受到疫情延后开学，嘛影响到真济蔬菜通路。为14号到19号，将提供每下窗口，希望民众加消费原来优质的蔬菜，帮农民渡过难关。除了能够独立自主的这些农友有那个能力来透过媒体行销之外，那还有很多农友是需要我们来做媒合的。大概整理出来有7家的合作社还有94吨的这个蔬菜水果，需要在这短暂时间里面马上来消化。文管府表示，只要民众打电话到文管府，都转线予民众来订优质的蔬菜，另外管府买来团购，替县内长青食堂来加菜，希望透过这管道来行销，帮辛苦的农民渡过难关，民众嘛会当食到优质的新鲜蔬菜。记者为你报道。来讲，嘉义县中部木耳的生产量顶全国的7成，毋过近来中国出产的木耳经过第三国驶入来台湾咧销，价销都无甲咱本产的一半钱，这嘛大大去影响到中部这农民的生存问题。农委会当时讲，过来要求进口的木耳，都要提供产地证明，通好尽量来减少中国的木耳搁再入来。透过人工的方式展示木耳甲分装，嘉义县的有机木耳农场，因为木耳大量进口的关系，生意嘛开始受到影响。其他传统木耳的农民，因为价销乱起的关系，经营愈来愈困难。较严重的有几大部分拢有咧休困，放个有薪假啊，有啊。这办是偌久啊？差不多有年外来啊。透过这个在海关查验的部分就能够加强的去做这个产地证明的这个查验避免这个中国大陆的木耳透过第三地的这个国家然后大量倾销到我们台湾来。
为了保护在地木耳的农民，农委会会修正木耳进口的规定，爱透过产地证明来控制第三方转入来的木耳。嘛有农民表示，先莫讲进口商的产地证明是真是假，政府对进口的规范爱严格，对在地农民爱辅导，才会当让这个产业有发展。那如果政府在相关的业者或是相关的产销产跟销这方面，能够有更大的连接点的一个辅助的话，去对我们生产者会更大的一个帮助。农民表示，目前进口上济木耳是一种合作传染的品种，外皮看落金骨金骨，食落脆脆，和台湾大部分咧种的木耳是无共种的。希望政府除了要求产地证明，嘛会当甲品种分开，互消费者了解在地甲进口木耳的无共。记者综合报道。空气歹对人体有败害，影响到全世界。咱来看欧洲东南边北马其顿这国的首都，这的民众冬天拢会喝茶喝烧，阁有因为旧车、旧轿车多，排空气歹，造成甲讲这是全欧洲空气污染上界严重的所在。估计一年当有3500几个人因为空气污染产生的病症，不幸来死亡。巴干半岛史科普里天顶，当天拢是雾蒙蒙，民众出门拢会挂水暗。史科普里的空污严重，主要因为特殊地形对空气流通不利，工地施工造成风背山，上侪位欧洲进口的老汽车排放废气，有真侪民众为着温暖用烧柴火炉，甚至有家友是烧粪扫。这因素造成空气中风背因也是比欧美国家超标10倍以上。当年上无有3500人因为空污相关疾病死亡，包括环保团体甲大学生拢行上街头，要求政府吸引好的空气。В овој момент имаме исто така и многу голем број на автомобили кои што су везани од Европа, кои што се стари, значи отфрлени според европските стандарди, но кај нас, како што можете да видите на улиците во градот, од Евро 1 до Евро 5 имаме се. 北马其顿政府表示，斯科普里空污有一半是因为烧柴所引起的，大型扩大天然垃圾网络，更新乱气设备。The solution to the air pollution issue we face requires long-term measures. The long-term measures are well represented. We are looking at extending our gas network in the country. We currently are, these main cities, Kumonov and Skopje, have a gas network. We need to extend that further into the city. 北马其顿政府嘛伫考虑用铁管设定措施，限制欧洲老汽车进口，希望让斯科普里进行改善，脱离欧洲空气上歹城市排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空气歹对人体有败害，影响是全世界。毋是讲即当今才有即个问题呢？永早。国情变啊变，伫咧昭和8年，离即当阵已经80-90年前，就看到歌仔册，咧劝人讲出来到外口面，公园运动对身体有帮助。即款四句联讲起来真趣味。歌片佚佗劝运动，论金的警方更上当。国情就你同齐来研究，咱来读一下。查甫劳动四假去，查某厝内咧饲猪，暝日做工屈半死。青草青黄过年时，好歹总是无得比。请人毋通专为钱，做人卫生着想起，到时破病着无医。四句联咧讲日本时代的情景，那亲像到即马嘛要讲啊要讲。虽然讲现代男男女女无像较早劳动了才辛苦。四句联讲吼，暝日做工有半死，青草青黄过年时，即个方向的用。咱若白话音、讲话音，都是读做青草有影敢若过年时呢？啊，毋过人四句联，教人就爱开化，讲好歹总是无得比。请人毋通专为钱，这有影无？过来教人讲去倒位行打，讲树骹佚佗真清爽，身躯爽快头袂忙，行了惯势爱运动，毋惊雨夜毋惊风，紧紧改良旧习惯。运动有益就宣传，散乡都咧无钱赚，拿来治病通家还。四句联开始伫咧劝讲，虽然散乡的人，虽然家庭困难的人，你着爱想较开咧。有的人讲我敢若趁都袂赴啊，哪有通去自由行打去佚佗运动？
伊甲咱教讲树骹佚佗真清爽。啊，你若行了惯势吼，爱运动，因为运动身体才会用。较早旧的见解、旧的头壳，你即马都爱甲换掉。毋则是旧人讲紧紧改良旧习惯，运动有益就宣传。啊，善乡都咧无钱赚，拿来破病通家还，毋是干那你艰苦尔。你若破病，毋是干那你一个人的问题尔。通家规家口啊，都感觉讲真烦，无钱赚，就咧烦恼啊。阁有一个人伫咧颠地，病痛甜心，实在毋通。所以即个旧观念咧教现代人，即摆来听，啊，佫真下呢。四句人继续来甲听，讲请人本人教烦恼，面日毋通伤过劳，防守不防地破无，清心咱有别人无，行走的路讲家下，来去佚佗毋免提，散乡厝内下挂家，公园空气赢徛家。那即两拍意思安那真趣味。讲哦，请人本来就教烦恼，善请人烦恼济，这用的。我念歌编歌的人，我嘛知。毋过防守不防地破无。虽然咱穿了都比人较歹，防守出来行打运动，清心咱有别人无。这有意思哦。搁来讲行打的路讲家下，来去佚佗毋免提。比较讲伫咧厝内，善乡的厝内下挂家，啊，若来去公园空气。赢徛家，愈讲愈心实，愈讲愈趣味。赶紧，咱继续来关心有关国际的消息。来讲，中国国内生产手机啊、网络通讯的设备这大型工厂华为公司，已经去予美国司法部起诉，罪名拢总16条，包含讲因有偷摕美国6间公司的商业机密，讲起来是真严重。啊，台湾这边面含华为有往来台积电、大立光这电子大厂，惊的嘛加减会去受到冲击。目前中国爆出武汉肺炎的疫情，因的经济嘛受到真大的冲击。不离个美方无因为安尼转来落脑，对中国的手机啊、网通设备大厂华为制裁颠倒是加强。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涉嫌诈欺，起诉书总共56页，指控华为过去几啊10档以来涉嫌偷摕6间美国公司知识的产权，包括停息的原始码、无线通讯关键技术等等。另外，佮反对伊朗包含出口制裁的规定，美方嘛对华为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原本设计美国技术含量25%的规定降低做10%，全力阻断非美国企业将恢复华为。在美国加大力度控管华为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会让这个中国的去美化的一个趋势会更加的确立，而且加速。美方扩大对华为的制裁，台商的供应链有可能会去受到冲击。根据瑞士信贷公布，台厂华为供应链的报告指出，有超过30间上市柜的公司甲华为有业务的往来。华为的业务营收占比上侪要到15%至20%，约1/5的营收是对华为来的，其中包括代理工、联雅等等。另外，台积电稳步的华为营收占比是10%至15%，排第2，嘛显示出华为各一个起用管制对台厂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预计是会对台积电像14奈米这个部分的出货，那么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也可能会加速华为那么更加的快速导入到7奈米甚至是5奈米的一个先进制程。根据外国媒体报道，针对华为近年过去美国国防部是表达反对的立场，因为烦恼讲会对美国半导体企业不利。不离个国防部资深政策官员驳回这挂顾虑，转换做支持管制。美方对华为的管制更加坚定，华为的管制危机短期以来台厂嘛去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等来看地方的放送头，咱来讲彰化市内国定和县定的古迹，是全台湾乡镇市内底上界多。彰化市政府嘛特别用花灯，把这个古迹拢总收集起来，按原地庙孔祖庙去到开化时，互民众沿路欣赏花灯，嘛了解在地的历史。游街民众一阵一阵，有的赢大灯，有的摕红纸做的环保花灯，对音乐跳舞，街头是闹彩彩。为着展现彰化古城的面貌，彰化市政府特别举办花灯彩街活动，让大家摕古仔灯游街，也熟悉地方的历史文化。300年的历史来做咱灯会主题，所以我们是彰化300古城新生。全民参与，每一个人拢做无同款的古仔灯，
彰化市内国定和县定的古迹是全国上多。彰化市公所团队以关帝庙、孔庙等等的古迹，串联规个彰化市中心。5花10色的花灯和装置艺术是满世界，让民众会使沿路行、沿路欣赏。包括彰化头一间庙寺开化寺，也就是人讲的观音亭，也因为这阵有菜价活动，吸引真侪人来遮斗闹热。开张显化，所以咱好这开化寺。所以这里游览很多信徒来这里朝拜的时候，咱安尼大家嘴记忘记去修度，修度的时候呢，有一些族群的误解的时候啊，这个拢去开化寺观音殿拜拜。家家户户摕高仔灯出门踅街景象，经过时代变迁，这阵又搁出现一个彰化的街仔路，也有囡仔专工因为这摆活动做花灯，了解当地古迹的文化甲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彰化讲完，咱来讲南投。南投德山镇湖社区为着关心甲看顾老大人，今晚特别成立一个卖老歌舞团，鼓励老大人出门运动、唱歌拉曲，加交朋友，嘛望因身体健康、心情会清爽。庙埕头前有一群阿公阿嬷对音乐甲老师的脚步在跳舞，表情看起来真认真。原来因若是在运动尔，因是社区的歌舞团，当地练习要出去表演的舞。真快乐安尼啦，跳舞较快乐啦。跳舞啦，像运动的，对咱的身体上拢有真大帮助。我的改变就是亲像心内安尼吼，不感觉讲有较会开去。南投县德山镇的镇湖社区真积极推出一寡互老大人会当参与的活动。因为社区的阿公阿嬷拢真活气，喜跳舞，嘛真爱就台表演，所以社区就替因成立卖老歌舞团，唔但互因振动身躯就台表演，阁互因有成就感，心情阁较开阔。传上台跳舞，第一届、第二届了后，因就感觉讲，安尼这个活动足好诶，所以阮就成立一个叫做卖老歌舞团。啊，当我要成立卖老歌舞团的时阵，要开始练的时阵，因就大家拢足投入安尼，足欢喜安尼来参与。面对高龄化的社会，关怀社区内底的老大人变做一个更加重要的工课。成立歌舞团，让阿公阿嬷更加爱来社区的活动中心活动，嘻嘻哈哈，身体健康更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一个踮果菜市场吃头路20外档的农友黄俊豪，去年甲头路撕掉，和伊的牵手做伙种番仔姜。但因所种的番仔姜已经生产到产销履历认证。另外，嘛甲较歹的番仔姜摕来做番仔姜酱，总是望讲民众会当安心来采买。大网啊，种番姜绿干北看过，食几片发甲正暗过青冷冷。黄俊豪离开果菜市场，甲伊牵手黄如婷做伙种番姜，佮拍菜果，甲土杯灌来种，就算雨路佮较大，嘛唔惊淹水。若安尼，伊也是芳替番姜啊授粉，用心对待因的产衡。在网室里面，虫会比较少，大只的虫会比较少。然后它不喜欢阳光太大，一直照射所以在网室里面，它就算在夏天的时候，它太阳也不会过大，只是说它会温度比较高而已。黄俊豪甲跳手的头路撕掉，甲黄如婷共心做事。在果菜市场食头路的时，伊就鼓励做事人看到农业安全。即马家己咧做事共款顶真。黄俊豪种的番姜啊有产销履历认证，也甲水的卖去市啊，人地较歹就留来做番姜啊酱。整批出去，在通路上那边就是弯果或是次级品，就会想说把它做成现在的加工，因为农药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辣椒酱相对会比较安全。翁仔某若共心，乌土变黄金。黄俊豪甲黄如婷唔惊艰苦，种番姜啊，种出一片天。互人客学老公种番姜啊，真敢若山坡路。这就是对因打拼上赞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寒流过去了后，日头出来，南投日月潭的樱花开到满山坪。另外，还有配合举办舞蹈、茶会种种的活动，拍开第20档的樱花祭典。形形色色樱花花期按算会到2月底，欢迎民众做伙去行踏。
樱花开甲规片红，南投日月潭的樱花节办20档，今年阁有西班牙的舞蹈表演。游客表示，接纳花红、风景水，最近的舞步，把互人看到新花开。今天看到樱花盛开，感觉就很兴奋，因为之前来好几次都刚好没有遇到樱花盛开的这样子，对，所以很高兴。我这边好像有5000多棵樱花树，所以就是整个盛开的感觉就很漂亮这样子。今年樱花的花期按算的开到10月3月，去伫乡公所甲九族文化村合作，伫樱花树的树骹办茶会，一边赏花一边啉茶，实在有够雅气。又好，最主要是因为今年有够冷，而且这个我们春节有一波的这个寒流之后，今天太阳出来以后，樱花全部都开了。我想今年的这个樱花可以一直持续到这个2月下旬，还有不同的这个8重樱、富士樱不同的樱花都会陆续开放。咱伫乡公所结合着咱九族文化村的这樱花季吼，伫咱16号甲到22号吼，咱展开这个樱花茶席，互咱的好朋友吼来体验阮迄地的好红茶。唔那日时会当赏樱花，暗时嘛开放赏花。2月7日开始，园区就开放赏夜樱。唔管透早也是暗时，拢有无共款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拄等休困日搁到地，详细天气的变化，咱嘛做伙来看详细。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0度到2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2度到27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23度到28度，金门马祖澎湖14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